超過50歲嘅你，身體機能開始衰退，好容易引發痛症喎。等陣先。嗱，年紀超過50歲，身體機能衰退，好大機會會引發痛症，所以喺平時必須要做一啲保健運動。今日介紹2組保健運動，有效一次過可以鍛鍊你嘅腰、臀同埋腿。咁我哋一齊做。好，第一組動作就係每一次做就係前後腿，再加埋呢個撥手，係啦。咁我哋一齊做嘅呢個動作係好嘅。前後腿嘅時候伸，係啦。每次撥手嘅時候咧，留意幾樣嘢嘅。第一就係每次撥手要有少少力，一個帶動嘅，係啦。同埋咧撥嘅時候咧，你嘅臀咧要坐低嘅。好啦，呼氣，咁你應該會感受到你個腰啦同埋臀咧喺度鍛鍊緊嘅。咁每邊做大概15下。好，第二組動作係鍛鍊你嘅腰同埋你個腿嘅，手同腳係做一個反方向。係啦，咁你應該感受到你條腰咧有一個拉伸嘅感覺嘅。咁啊做大概15下，咁因應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去調節翻個強度。係啦，咁以上嘅動作咧早晚都可以做嘅噃。咁如果想有效預防痛症，做一個全身筋骨保養，歡迎留言保養，我將資料發放俾你。